泰国人可以当食素食。哦，做现金的啦，会当得道，会当得道上盖好啦。咱来慢慢讲别个。哦，咱泰国的大华。泰国的大和尚。伊这一批40几个、50几个、60几个，安尼伫这和尚学校的。是和尚学校。这和尚学校比咱的就长的。咱那个长。人会当得道去，遮地公啊，师尊慈悲弥勒祖师慈悲对了。哇，真好。看着希望。一天内底一批啦。是啊，天道的殊胜啊，感恩啦。像泰国的泰国非常好的呢，大和尚，大长辈了看长辈，无简单的阮一个客户咧做迄做录影的，王照的，好医生你做好。真搞，我去拄着。我拄着。文枪拢做无难呗。哪个熬好熬紧的啦